Hello，咁咧我哋又嚟到第四啦。第四點咧最近因為大灣區咧，其實啱啱喺前兩日啦，即係新聞報道都有宣佈到咧，就係國內嘅動物咧，佢係只需要由120天嗰個隔離時間落香港係變成30日啊。咁最近又突然之間多咗咧，打電話嚟查詢嘅同學仔就話啊，如果我嚟緊帶隻狗仔移民翻國內，或者我諗住係帶翻去國內移民做準備，你哋嘅課程係點樣㗎？咁喺呢部分咧，我都想即係同大家分享下，講多啲事實俾你知嘅。嗱，的而且確咧，而家咧香港咧好多咧，我哋叫做北上消費啦。其實北上消費咧，正正就係帶動，咦，原來都係一個商機㗎喎。香港人其實佢都會去翻國內睇寵物嘅市場，因為始終你要明白，國內嘅地方大，請人平，國內其實有啲產品都係好先進嘅一啲儀器，咁佢哋香港咧都會去行下國內嘅寵物嘅超市，甚至乎國內而家啱啱最近都好興啊，喺上海、北京開咗狗嘅狗嘅 gym room。跟住狗嘅幼稚園，甚至乎比我哋香港更加先進。咁我相信香港唔係唔先進，只不過因為土地嘅問題，租金貴啦。所以如果你話諗住係移民去國內發展做寵物生意呢，喺香港讀課程係好嘅。點解呢？首先我要話俾你聽，國內市場每一年啊嗰個增長係差唔多係維持住10%。而家平均全中國市場規模係達到2700億人民幣喎。哇！你諗下，如果我有1% 嘅生意係我，咁都好好啦，正啊！我成日都講，因為香港市場始終都係細啊，喺香港寸金尺土都要你哋知道請人啦、裝修啦，跟住寵物嘅數量啦，遠遠都唔及國內嘅。好啦，中國呢亦都係全球第2大嘅經濟體系。喺呢一度咧講咗啲少少嘅資訊俾你聽咧，就唔係教你哋上堂，更加係國內有嘅單身經濟人口啦，因為老化嘅感情支援啦，就造就咗我哋而家寵物嘅行業，譬如寵物美容、寵物保姆、犬隻訓練師，跟住一啲叫寵物管家、寵物旅遊，呢啲亦都係新興嘅一啲嘅寵物服務。而點解香港人係比較吃香啊？我哋講緊嗱，當然啦，講廣東話咧，其實咧都係一個問題。如果你話你自己講國語好叻嘅，更加你要考慮啦。吃香嘅原因係因為香港人本身啊，服務咧過往一直都係走喺國際水平。咁而香港人咧對可能我哋提供服務啦，過往啦，我哋去做 recruit 啦，請人啦，對寵物服務嘅態度啦、責任心啦，同埋個細節度咧都係好好嘅。咁所以我哋嘅標準咧，上到去提供服務咧，我會覺得係比較優勝，同埋咧具備嘅條件係比較好。咁所以你哋喺香港咧可以收讀一啲香港認可嘅牌照啦。香港嘅認可嘅牌照，譬如頭先我哋有講啦，醫療級寵物保姆，醫療級寵物保姆係頭啖湯，係我哋學校咧獨有嘅。咁甚至乎，如果醫療級寵物保姆，我哋可以做一啲嘅叫做國內日託啦，或者暫託嘅服務啊。甚至乎我哋嘅附屬集團啦，寵物旅遊啦，咁喺國內而家都好興嘅一個叫寵物旅遊管家服務啦。呢啲都係國內發展緊，亦都係極速發展嘅一啲頭啖湯嘅生意。所以咧，趁住國家開始寵物友好咧，你哋咧亦都要知道，仲係未寵物行業亦未受監管嘅國內，所以你哋一定要計劃，未雨綢繆，考慮咧增值自己讀下啲寵物相關嘅課程啦。Thank you。